香港嘅大學喺 QS 亞洲大學排名啱先贏到開行，最新嘅院科世界一流學科排名又揭曉啦。香港嘅大學又再大放異彩，其中理工大學就特別矚目，一口氣喺3個學科被評為世一，包括連續9年霸榜嘅旅遊休閒管理，仲有管理學以及交通運輸工程，令理大喺世一學科數目僅次於哈佛、清華同麻省理工。理大仲有另外3科躋身全球10大，即係前後有6科成為全球10強。而喺醫學呢個陣地咧，中文大學醫學院嘅臨床醫學更已係連續3年蟬聯亞洲榜首，中大護理學又打入全球10大，加埋城大、港大、科大同教大，香港嘅全球10強學科由舊年9個增加到今年16個，證明香港嘅大學學科水平已經達到世界級。香港嘅學術光芒四射，得益於政府對教育政策嘅長期投入。今個年度就預算會投放1029億元經常開支。1029億元係咩概念呢？可以起到港珠澳大橋香港段，起到3個啟德體育園，起到10萬個公屋單位，相當於10個石硤尾村。政府仲透過教資會對資助大學審核同評估質量。此外，香港仲有國際化同自由開放嘅學術環境，能夠匯聚全球頂尖人才。唔少諾貝爾獎得主都喺香港教書。香港呢啲優勢都唔係話 copy and paste 就咁易複製到。